谢谢。很棒，学会了啊，学不会的也没关系，我们有准备专辑在这边。然后我也感谢我的拉铁粉们，然后这几年给我很大的支持力量，让我的公司有看到原住民的未来。原住民的专辑第一次卖这么好，有赚到钱啊，所以我才可以养这些孩子啊。哦，当然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继续完成我的梦想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摸摸口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剩下不要的钱。欢迎来入股，做原住民股东。然后我会继续加油的。我是署名，谢谢大家。